稣对遐经过，看见一人命老太，便向官就甲伊讲：“这我伊就起来缀你。”耶稣坐到伫伊的厝，有侪侪师兄的甲歹人来，甲耶稣传伊的学生同齐。法利赛人看见，甲伊的学生讲：“主先生请示甲师兄们，伊伫歹人相甲食。”耶稣听见，就讲：“两条人无趁着医生，逐个看病的时着，总是我爱邻里，毋爱做事，譬如什么意义，主就去学。我来，毋是要做义工，要做歹人。圣经读到遮，讲到请三位主讲道，对吧？主就去学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私底下要听兄弟姊妹去分享的事，会感觉非常的趣味。有的人讲，牧师讲道讲啥讲啥，但是我是听我感觉不是安尼讲的，并且有当时迄个意思有差足远的。我就想讲，真侪人应该你读圣经，还是听讲道的时，拢是带着迄种家己原本就有，甚至咱无发觉，但是是固定，但是有可能嘛是偏差的观念，去解说一段经文。也是讲，咱会用人最中心的想法来读、来解读、来听一篇的讲道。最近我伫上孙宝林牧师的新约伦理学时，伊嘛语重心长，一再提醒讲，咱的华人的教会对圣经的认识实在是太少啊。因为咱对圣经就是一种根据的迄种认识。譬如讲，咱若拄着什么代志，咱就摕一句的根据来应对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咱无想要去聚会。可能就会摕约翰福音第4章24节，伊遐讲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，所以我毋免去教会，我只要内心有想着上帝就好啊。但是咱较无去理解讲，为什么耶稣伫迄阵时会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会讲安尼一个话？同款对伫恩典这项物件，无论神学安怎讲，无论去理解恩典这个物件，是讲着恩典，你可能就会想着讲，对上帝来是寡好处。比如讲，你破病得着医治，上帝互你趁大钱，互你名声地位，你娶水某，还是学生考着好学校。伫咱的观念内面，已经将恩典甲祝福来画上等号。但是这就是咱对恩典敢若有部分的认识。敢若有部分的认识会造成什么影响咧？咱就会去扭曲上帝给咱的恩典。比如讲，有的人对另某一寡人，哪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会感觉非常生气。因做遐尼济伤天害人的代志，竟然会当洗礼，有什么资格会当入天堂？当咱用咱所理解的恩典来看这个代志。用这扭曲恩典来看这个代志，会产生不平，甚至对上帝生气。但是咱要知影，圣经所讲到的恩典，拢是要讲上帝互咱的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伊是决定为咱所做的牺牲。这个救赎是咱原本不配领受的，但是上帝无任何条件，伊毋管咱是毋是真可爱。伊毋管咱是毋是人看做有价值，上帝就互咱即个咱所想袂到的一个礼物，咱只要愿意伸手去接，就会当得到。这就叫做恩典。所以咱若对恩典有正确的认识，就袂用人的眼光去批判即个人哪会当得救安尼的问题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认为讲只要人愿意得到就会当得到这个恩典，真好。安尼你对恩典有80%的认识。你讲我乃无100分，另外20分倒位？因为另外20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认为你伫领洗礼的时，恩典一摆就领到，我以后就是一个完全上帝所欢喜的人，我以后要安怎过我的基督徒生活，拢无要紧，真歹势。你安尼就失去迄20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恩典毋是咱信主的迄个时刻，毋是咱领受洗礼迄个时刻，主全部就倒落咱。
稳定是咱信主了后的每一日、每一个时刻，咱拢需要靠稳定来过咱的日子。因为咱的生活内面有太侪因素是咱无法度控制，咱无法度去掌握的。所以这提摩太凯勒牧师伊讲，上帝予咱的稳定，毋是一届予咱的，毋是予咱一届就予咱一世人到也用的稳定的模式，是伫每一天一遍搁一遍，伫咱需要时将安尼稳定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每一天活伫稳定的内面，就亲像踮伫旷野遮以色列人，伊每一天对上帝遐领受降落来的玛纳。所以稳定毋是一个完全就降落来，互咱会当徛伫仓库来庇荫。若是安尼，软弱的人，咱会认为讲我以后无需要稳定啊，因为上帝一届就互我就无需要甲上帝有啥物感谢。反正上帝已经互我完全的稳定啊！上帝每一日赏赐咱到也稳定，伊欢喜咱每一日来超找伊，互咱伫每一日享受有伊的同在，有伊的平安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日有上帝的同在，这点毋是咱上大的愿望吗？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一个人伊的蒙稳定。用耶稣受教来做核心，并且伊确实有伊生命的改变。安尼一段经文，咱来提醒咱家己。咱做伫遮基督徒，咱无比别人较优秀，咱只不过是比别人较早领受上帝稳定，咱较早互上帝的心意来蒙调。但是伫稳定的这条路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哪来去挖掘上帝的心意。这段经文伫马可福音、伫路加福音嘛有记载，但是路加称呼这个人是利未，马可称呼这个人是阿列圭的囝利未。但是咱今仔日马太福音读这个人叫做马太，伊遮欠是同一个人咧。伫圣经的内面，咱常常会当看见，当一个人互上帝蒙着，伊拄着上帝了后，就会互上帝改名。改名毋是为着运气，是上帝对伊有特别的期待。亲像咱知影阿伯兰，伊互上帝改名叫做阿伯拉罕，意思是做国家的老爸。虽然当时伊连一个囡仔嘛无，但是上帝应允伊会成做万国的老爸。雅各互上帝改做以色列，这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起源。这就西门彼得。西门是伊希伯来文的名，彼得是伊希腊文的名，意思是石头。但是当耶稣呼召彼得，互伊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法。基法是阿兰话，意思嘛是石头。但是这个石头无过是以前迄个脾气歹、国臭、国硬的石头。耶稣改变这个固执的石头，互彼得成做起造教会的石棺地基。这马太嘛有可能是耶稣互利伊的新的名。马太意思是上帝恩赐、上帝礼物。伫教会传统内面，拢认为讲这个马太福音就是马太所写的。所以咱就想讲，一个会晓写马太福音的人，并且互耶稣期待做上帝礼物、有上帝恩赐的人，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、厉害的人吧。但是，咱看圣经内面所有的经文，甲咱讲马太原本伊的工课是啥？伊是抽象的，是税吏。咱即摆若看伫国税局食头路的人，咱会感觉因真厉害。但是耶稣时代迄个做抽象的，是替罗马政府甲犹太人收税金的。所以，这犹太人非常讨厌伊，看伊是汉奸走狗，并且当时。真侪抽象的嘛是学袂来，因为甲百姓收应该收的搁较侪，所以若学成怪抽象的咧，或者歹的抽象的咧，伊是非常的讨厌。所以咱表示一个抽象的，虽然已经讨厌，但是无人爱甲伊做伙。这人拢落家己的同胞配喙烂，看这抽象的，看这税吏是一群的歹人。
但是伫即天，伊性命改变来临嘛。耶稣对遐经过，看见马太甲伊讲：“跟我。”当耶稣讲：“来跟从我。”伊竟然就起来跟耶稣。即个跟从，毋是讲跟耶稣行几条路就好啊。即个是跟跟耶稣，做耶稣的学生。咱敢会记顶礼拜当中，有三个人想要跟跟耶稣，但是当耶稣提出挑战，这三个人找借口，找无共款的理由来提示。但是今仔日的马太无任何提示，伊马上起来跟跟耶稣。这到底是什么款的quỹ来？也是耶稣的目睭有放出什么法术，互马太马上改变的？关键在里面的字就是看见。伫中文内面，咱讲看见就是看见，无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但是伫希腊文的看见，就是真详细看，真仔细的看，好像就是看透的迄种看。所以咱规本马太福音会当发现，即个马太非常爱用看见、看安尼字。所以咱若去算，规个马太福音内面，拢总有60几摆会看见、看。因马太家己有亲身的经验，当迄天伊互耶稣一看，马太马上看见家己的罪。伊看见家己伫金钱下面所藏的迄个贪心。伊看见伊善甘，敢若存钱那样。伊看见伊无朋友，伊看见伊无法度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亲近上帝。伊看见伊的人生是善起来。耶稣一看伊嘛看见家己内心上真实的状态。所以当耶稣一邀请，马太知影伊无法度去靠家己脱离即个真黑暗绝望的场景，伊需要一个更较悬的quỹ来帮助伊。伫圣经内面，咱确实看见即个马太有真大的悔改，伊毋但是内心有反悔一个感觉，伊伫行为顶面嘛有改变。亲像伫马可、路加福音，伫提到耶稣这12个学生的时，拢无提到马太是一个税吏，但是只有伫马太福音，马太伊特别将家己写做是抽象的马太。但因为你敢会将过去你所做的歹代志写落来咧？你敢会将你过去所做的歹代志公开互大家看咧？但是马太会安尼来提醒家己，提醒所有基督徒，咱拢捌是罪人啦。另外，马太性情嘛，互耶稣完全的改变。伊原本是一个有钱人，伊请耶稣食饭应该是真澎湃。伊嘛会当天风神将即项代志写落来。所以伫路加福音有记载，马太是办即个大宴席、大摆宴席来请耶稣。但是伫伊家己所写的马太福音，较省略家己的名，伊敢若写耶稣坐倒伫伊的厝。即个伊毋是耶稣的厝，因为耶稣无厝。即个伊是马太的厝，但是马太的名都无写出来，伫伊的厝。咱看见马太的兄弟，上互咱会当看见伊会改变的，就是伫路加福音第5章28节有讲，伊就放下一切，起来跟伊。但是咱伫马太所写的马太福音，敢若一语带过看见，伊就起来跟伊，伊无写放落一切来跟跟耶稣。但是伫路加福音有写讲。放落一切，放下一切，这是偌大的改变啊！伊要付出非常大的改变的，伊要离开过去迄种过习惯有钱人的生活，伊要放落伊靠贪心得到的财富，并且毋通安尼，伊改变到怎样？根据教会的历史，后来伊连伊性命嘛放下啦，伊是顺道死的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的看见，呼召马太，改变马太。但是伫即段经文，嘛有另外一个看见，
就是法利赛人的看见。21、22讲，即个马太伊非常欢喜，伊希望讲伫伊身躯顶会改变，嘛当领导伊遐个抽象的朋友，所以伊请遮个人来甲耶稣认识，做伙食饭。但是即件代志，互法利赛人看见啊，共款的看见，但是无共款的用意。法利赛人来耶稣的学生讲：恁的老师写书，甲遮个抽象的人，甲遮个歹人相甲食啊！犹太人食饭有真侪规矩，所以其实法利赛人因问安尼问题无毋对。犹太人除了有啥物件毋通食以外，甲什么人食饭嘛有因的规矩。今仔日咱想要甲什么人食饭，咱拢会当甲伊食饭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坐落来甲迄个人食饭，表示我甲你是朋友，表示我接纳你。所以耶稣竟然甲即群抽象的人，甲即群人看做罪人的人做伙食饭，表示耶稣若是食饭尔，表示耶稣接纳因，看因是朋友。哇！这在伫法利赛人的眼中看伊的是因挡袂牢啊！这个人是罪人呢，是无清气的呢。你捡到这个人嘛，变做无清气啊呢，这是违反律法的。法利赛人看见因维护律法宣传迄个使命，完全为互举起来。但是，因为你敢会当比较耶稣甲法利赛人看见有啥物无同咧？耶稣的看见，互人知影罪，互人认罪。但是法利赛人的看见，较是去看见别人的罪，指责别人的罪。看见家己有罪的人，才知影家己需要有德。但是看袂起家己有罪，敢若知影别人有罪的人，就是自认家己无需要有德，看家己比别人强较优秀。但是姊妹，你是倒一种人咧？你是倒一种的看见咧？无论咱的人命行到倒一个坎站，咱拢需要看见家己要是一个罪人。咱不过是比别人较早领受有德。并且，咱伫每一日，咱嘛需要找求主的恩典，咱才有配来行伫上帝欢喜的道路。就亲像教父奥古斯丁，伫伊要的认捌主的进程，伊虽然歹代志拢做过，但是伊的妈妈无停止流目屎为伊祈祷。后来上帝话临到奥古斯丁，伊得救啊！伊就亲像即个抽象的马太。奥古斯丁规个人生互上帝改变。有一天，伊行伫路里，对伊面前行过来一个查某囡仔。这个查某囡仔看见奥古斯丁，就甲伊拍招呼讲：“点是你？”奥古斯丁才想到讲，这个查某囡仔是要袂得救进前，甲伊做伙做歹代志犯罪。所以奥古斯丁就回答讲：“是我。”但是马上改喙骂讲：“无讲是我。”但是，姊妹，这敢有互你想到？伫《加拉太书》第2章20节讲：“我要顾的我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养的我的我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是啊，兄弟姊妹，当咱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互耶稣看见，即马当活着，就无过是迄个旧的咱。是一个全新的咱，是一个有耶稣基督信仰立地的咱。但是咱嘛爱知影，咱毋是已经完全。每一日咱拢需要耶稣的恩典，一再降临。咱永远需要耶稣。当咱知影咱需要耶稣的时，咱基督徒的信仰才会开发。若无，就亲像这法利赛人。因永远是活伫一种真卑愧的坎坷的内面。咱拢知影，法利赛人真会晓遵守律法，因持守一种严格、袂当违背律法的生活。但是因安尼做，毋是因为疼上帝，是因为因认为上帝真恐怖，会定人的罪，所以因不但要求家己袂当去犯着任何的律法，伊嘛无要甲罪人往来。因用安
安尼来为家己上天堂来铺路。但是耶稣来，他推翻因的宗教观念，而且耶稣用医生病人关系来回应。勇健的人无欠用医生，独独看病的人受着。我想法利赛人听到安尼的话时，应该是非常的激动，因为耶稣伊是你讲遐抽象的人是破病啦，但是阮是健康的呢。耶稣看阮是健康的呢。但是当这法利赛人伫遐沾沾自喜的时，耶稣实际上是因骂因才是破病的，但是佫认为家己是非常健康的人。因为耶稣讲的破病，毋是指肉体外在看会到的病痛，毋是指人外在所做一只毋对的代志。破病是指人内在的罪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甲法利赛人是完全无共款的方向。但是咱要知影，罪毋若是指外表做毋对的所在，因咱家己上清楚。咱的内在是藏什么款的恶毒、自义、歹念头、嫉妒、自私，这物件外表看袂出来呢。但是这物件一再吞加咱灵性，是吞加咱灵性的病毒。这法利赛人敢无做？因嘛是人，因嘛是软弱的人。虽然表面上因遵守律法，但是实际上咱看见因讲一套做一套。所以实际上伫耶稣的眼内，因嘛是破病的人，但是因无承认家己的病，因认为家己无需要医生。咱拢知影，无病逝感的人上歹医。所以耶稣马上佫引用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讲：我爱灵敏，无爱祭司。或者法利赛人重重的一击，因为灵敏，因为祭司是法利赛人上知影的宗教语言。伊知影上帝灵敏人，伊嘛知影爱献什么祭呢？爱献安怎献祭，才是上帝所欢喜所爱的。但是，而且耶稣用因上清楚的这宗教语言来挑战因。祭司是人和上帝，是人用献祭来表达对上帝感谢，也是对上帝赦罪。但是上帝敢爱人献的这祭呢？毋是。对圣经真侪所在，咱知影讲上帝爱的毋是这祭呢。上帝爱的是人透过献祭来表达一个彻底的悔改。所以人献去偌好的礼物，但是无要悔改，嘛是无路用的，因为上帝根本无爱这呢。但是灵敏是上帝互咱的，上帝无因为咱的歹放弃咱，伊千辛万苦将咱带转来伊的恩典的内面。所以伊嘛望咱甲伊同款，有一个灵敏人的心伫咱的内面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有讲，所以恁若要献你的礼物伫这段，要徛伫遐记着你的兄弟有啥物威胁你，要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，大声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你的礼物。对这咱会当看见，上帝爱绝对毋是这物。再来，灵敏是内心的一个表现，祭司是外在的行为，但是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。伫一段咱真熟，耶稣所讲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内面，咱会当知影，上帝爱的是咱对别人迄个灵敏甲行动。耶稣称赞迄个去照顾、互抢劫、互拍着伤的人。虽然这个人伊是一个互人看见无纯正血统的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但是耶稣安怎？耶稣他设伫遐自认有服侍上帝，自认有敬虔的心，自认遵守所有条例礼仪的人。但是这个人连这个倒伫迄个路边互拍伤的人，伊嘛毋愿意去照顾。所以这个故事提醒咱，主爱的到底是啥物？是爱咱遵守规矩、字句、条文，但
但是甲失去上帝，对咱对人会变疼吗？所以耶稣伫遮挑战遐个自然健康、无需要稳定的法利赛人，爱因去学。这个中文是讲揣摩，揣摩原文的意思是研究学习。而且我感觉足奇怪，法利赛人较尔啊熟律法，因对律法是非常非常的理解，但是耶稣较爱因去研究去学习，这敢毋是一种考试吗？因上知影律法呢，因敢有必要搁去学习？但是耶稣爱因去学习，爱因去研究。因知影耶稣知影讲，伊若直接甲这法利赛人讲，恁着安怎做？对这受教、真爱研究旧约圣经、遵守条例律法的法利赛人是无效的。但是，若互因对研究经文的中间去找到真理，因就会产生彻底的一个改变。这就我想着讲，咱读圣经的态度嘛，应该有改变。亲像孙宝林牧师所提醒的，咱爱脱离迄种背经句的迄种方式，咱爱对圣经有较侪理解。所以伫遮，我推荐咱会当来参加咱教会查经班。亲像阮拜六有一个查经班，这个查经班伫疫情2年前进行，阮拢是伫教会聚会。但是疫情发生了后，阮到即马，阮有一半人伫教会聚会，另外一半人伫厝里聚会，甚至有诶是伫国外透过每一礼拜透过网络来做伙来查考圣经。这个查经班的参与者非常的用心，有诶甚至会做笔记，有诶会用口头的分享来甲大家分享。所以差不多每礼拜有10个人来查经。每一礼拜，拢互我得到新的眼光来看进前我已经读过几啊百个经文。所以咱知影圣经是哪查好，哪有意思。因为伫咱人生无共款的阶段，无共款的经历，拢会互咱对同一段经文产生无共款的得着。因为圣经是活的。只有拜六这个查经班，阮现在咧读耶利米书。过去这种先知册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歹读，但是透过大家的努力，几千年前的这话，搁一摆活伫阮的头壳，活出咱阮的嘴，并且阮嘛彼此鼓励，会当活伫阮的骹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搁一摆提醒咱，耶稣要医治遐知影家己有病、需要医治的人，亲像马太，当伊就问耶稣。伊就看见家己需要稳定，所以咱嘛看见无论圣经也是历史，咱看见真侪人嘛是安尼。只有人真正知影家己内心创伤，需要稳定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会进入人的心。耶稣嘛毋管过去的咱是什款的咱，伊嘛邀请咱进入伊的宴席。伊要甲咱做伙坐道，伊要做咱的朋友，伊要守护咱每一天有够也用的稳定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马太的得救，透过马太的受教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主，你今仔日也伫呼召阮每一个人，无论阮前者阮信主偌久，你也伫呼召阮，是毋是愿意放落一切来跟随你？主啊，这个放落毋是暂时的放落，是一世人愿意来跟随你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拍开阮内心的目睭，互阮看见阮需要稳定，阮需要医治。主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谦卑，互阮愿意一世人来跟随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